你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手镯啊？没有。你再想想，银色的，很细，这样扣着的。反正我刚刚收拾的时候里面没有。你全都找过了吗？我找过了。哎，要不一会儿我去洗衣房的时候再给你找找。洗衣房？哎，我去。哎，少夫人，哎，少夫人别找了吧，还是我来给你找。方叔要是知道了，他准会骂我的。少夫人，哎呀，找到了，终于找着了。回去。哎，露露啊，这怎么这么多袜子呀？哦，这袜子啊都是少爷他穿过的，马上就要扔掉了。扔掉？这些袜子看起来都很新啊。我们家少爷他有洁癖，穿过一次的袜子他不会再穿第二次的。全部洗干净。啊？苏妍希，苏妍希，苏妍希！我让你生气，让你这样跟我说话，让你生气，怎么不去死啊？我让你做顾家少奶奶，你去死啊！当你的顾家少奶奶！让我下地狱，就算我下地狱也会带你一起去。到底是不是他？锦溪，少爷，少爷，你回来啦？少夫人呢？哦，少夫人她出去了。出去了呀？我问你，少夫人的父亲最近来找过她吗？说呀。少夫人的父亲前2天确实来家里找过她。我知道了。哎，少爷，怎么了？早上的时候，少夫人让我陪她去洗衣房找东西，然后她让我把你穿过的袜子给洗了，放到了你的更衣室。啊！哎，少爷，少爷，别动，让我缓一下。他怎么能那么干呢？啊！少爷，你没事吧？要不我扶你上去？别动，让我一个人冷静一下。完了！西城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？都别动！叫医生，快！啊！不要叫医生，先把我翻过来。露露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我们家少爷他有洁癖，而且特别的严重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老夫人想要把少爷这个毛病给改了，可是用了好多的办法，都不管用。露露，去把那些袜子，还有袜子旁边的衣服都给我扔了。好的，少爷。顾西城，我已经算过了，你每天丢掉1双袜子，1个月30双，1年就是365双。你知不知道这是多大的一笔开销啊？
这些钱呢，如果省下来，已经足够资助3个大学生全年的费用了。我倒是要看看，你顾少爷这个毛病，我改不改得过来？天哪！露露，露露，怎么了？露露呢？露露啊，在下面忙啊。今天她怎么没给我袜子呀？我帮你拿上来了。拿。这个袜子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啊？眼熟吧？这个是你前天穿过的那双啊。啊！不行，姐姐，拿走！不行，怕什么？不行，这个袜子别是我亲手帮你洗的，受不了，可干净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但是千万别让我穿这个袜子。哎，赖赖，临走之前可是说过了，他走之后家里什么事情都我负责，不行，给我穿上。这些快来人看放鼠！露，你们有没有人在啊？救命啊！我觉得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，主要在于营销手段和营销策略。我们采用多模块化。顾总对这个项目有意见吗？没有意见。那顾总是对我有意见了。常总说的非常好，请继续。我认为顾总这种行为对我很不尊重。抱歉，刚才我的状况不是很好，现在可以继续了。继续。苏妍希，怎么这么着急？现在还不是着急的时候呢。贺锦熙，你，喂，永远都在挂我电话。我就算去找他，他也不会把检测报告给我呀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散会吧。顾总，我跟您汇报一下您下午要见的人吧。你觉得这双袜子我是扔了还是不扔啊？顾总，您扔了会怎么样？不扔会怎么样？扔了的话，我回家有可能会死；不扔的话，我现在就会死。那我觉得您为了接下来要面谈的人，还是扔了吧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那我不扔了吧。顾总，您开心就好。后面有谁要见我？进来。少夫人，这是你让我洗的袜子，我该给它放在哪里啊？我来吧，我来，你进房吧。哎，王斌，啊，看简历，你工作经验还挺丰富。顾总过奖了。今天有点特殊情况，我平时不是这样的。没事，顾总您开心就好。你跟常志成之间是什么关系？我跟他是大学同学。哦，你们是大学同学。
那么他有没有告诉你，在这个公司里，我最讨厌他？他没跟我说过。哼，那么你回去问问他，他哪里来的自信，敢把自己的人推荐给我？顾总，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误会了？误会？你不是常志成推荐过来的吗？是。那你是不是他的同学呢？是。那就没有误会啊。顾总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虽然是常总推荐过来的，并且跟他是大学同学的关系，但是我跟他其实没有那么熟，因为我知道你们在招人，所以去联系了他，让他推荐我，仅此而已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而且我相信顾总，您肯定不是一个会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上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么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我还就是一个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上来的人。喂，结果跟我说的一样吧？事情进行的还挺顺的，打算怎么办吗？没打算怎么办？老太婆现在不在国内，集团所有的理事明显的偏袒我这边。前段时间还要大肆裁员，搞得公司里面怨声载道。我这次叫你过来，只不过是想试试他。如果他真的接受了你，让你进了公司，事情反而棘手了。为什么棘手了？别看他表面吊儿郎当的，其实他心里清楚得很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如果他真的接受了你，那说明他对我就有了新的对策了。喂，吃点水果吧。看见了，今天这个葛优躺不错呀。看下面，脚。什么脚？是袜子。就是因为这双袜子，我今天一天在公司都是全身上下腿发软。还让常志成看了我的笑话。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什么是人鱼公主变成人的感受了。什么感受啊？就是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。西城，你电脑里有邮件，应该是公司年会的照片。锦溪，你帮我收一下。好。喂，贺锦溪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还能在哪儿？我在外地。那串手链果然是他的。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赶紧说，我很忙的。我想找你求证一件事儿。求证？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求证这2个字？我看到神龙集团20周年庆典现场的照片。照片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当时你告诉我，说你还没回来呢。
可是我在照片里看见你了。我当时确实没有回来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，目的在哪儿？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居然恶毒到这种程度。好了好了，你一个冒牌货在我面前说教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你不要以为有几样东西就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一切尽在掌握。你可别忘了，你的命还在我手上。我就知道，爸爸那儿的 DNA 检测报告一定是你偷走的。其实你不知道吧？爸爸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就是贺锦熙。你为了地位、金钱，连你的亲生父亲都利用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？这样吧，妍希，我们来做个交易。我把检测报告给你，你把你手上的照片和手镯还给我，从此以后我们俩的恩怨一笔勾销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去自首吧。你说什么？自首可以轻判他，我一定不会把这些证据公布于众的。苏妍希，你是疯了吧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站在我面前指证我？贺锦熙，你是我亲姐姐，我不想看你在这条路上越错越远。够了！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东西你给不给？就算你现在就把那份 DNA 检测报告发给顾继成，这些证据我也不会给你的。好，这个都是你自己说的，希望你别后悔。傅博雅的事儿，是不是和你有关？这个人我不认识。贺锦熙，这么多证据摆在你面前，你还在狡辩，你是不是一定要逼我把这些证据公之于众啊？贺锦熙，你是我亲姐姐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恶毒到这种程度。你为了地位、金钱，连你的亲生父亲都利用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？去自首吧，去自首吧，去自首吧。你一会儿是不是要出去啊？对啊。反正我在家待着无聊，我跟你一起去好不好？这……露露，那好吧，走吧。
今天晚上想做什么菜呀？都可以啊，你做饭那么好吃，多买点吧。我知道少爷喜欢吃什么，我把少爷喜欢吃的都买回来，让你做呗。也行啊，那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，多买一点。嗯。顾西城真的让你来监视我？是啊，常总，你还是小心点为好。顾总最近处处在针对你。他针对我也不是1天2天了，不过我也不是那么好招惹的。安安，还是你对我好，时刻惦记着我。常总，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，不知道该不该和您说。安安，如果说出来让你为难的话，我可不愿意听。